咁之前咧我哋都講咗啦，咁圈子咧係非常重要嘅。另一樣嘢咧就係，如果你本身而家行緊差嘅運勢嘅時候咧，嗱你嘅態度同埋你嘅思維就去改變啦，一定要向正能量去諗，唔好成日諗啲唔好嘅嘢，因為啊好多嘢咧諗翻嚟嘅，咁你成日覺得自己窮嘅，就真係會窮嘅噃。咁呢啲咧就係吸引力法則啦。你想好嘅話咧，不斷去諗好嘅嘢，同埋盡量咧去啲富豪區啊，去行一個轉，因為點解咧？呢啲地方啊，啲財氣啊都特別強嘅，不妨咧真係去啲豪宅區睇多啲豪宅，唔買啊都睇下，對你嘅運勢咧係有所幫助嘅。積極向前行就啱噶啦，因為運勢嚟講咧係行翻嚟嘅，同埋咧一定咧就要去啲好嘅地方咧去行一行，令到成個嘅情況啊同埋你嘅財運咧有所提升嘅喎。嗱，如果唔明嘅話咧，可以問問我啦嚇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